中間佔先嘅，埋邊咧就好有心得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咧仲有紅眼罩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再有利劍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驕陽明區啊，最後3個位度啊，嘉應高升之其中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行路翻嚟啊！舉步生風啦，利劍夢境啦，馬林中間利劍夢境哇遠到啊大佬真係！ 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利劍夢境第2，精選暴雪第3，咁啊第4名埋邊位置，輕鬆過神操啊！直情係。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再次打破自己所做嘅紀錄，取得第20連勝啊！咁啊而喺3冠短途系列裏邊，先攻陷咗100週年紀念短途杯。再贏埋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嘅戲肉主席短途獎啊！輕鬆將對手擊敗，拋離夜馬，再度成為3冠短途王。8000萬獨贏。馬王嘅風範，嘉應高升一企落去，又拋離對手贏啦。翻嚟跑第2咧，利劍夢境，第3精選暴雪，跑第4名係舉步生風。